越南增長最快嘅5大行業。2026年，錢到底流向緊越南邊度？越南正進行緊歷史性嘅轉型，由粗加工轉向高科技。以下係你需要即刻知道嘅5大熱門增長行業。第一位，半導體，呢個係最閃嘅巨星。喺中國加一策略之下，越南被選為全球晶片、封裝同測試嘅基地。Samsung、Amkor、Panasonic 等巨頭已經喺北寧同太原到咗幾十億美金。越南極度渴求呢行嘅人才。如果你係晶片工程師，剛畢業，人工隨時以幾千美金起跳。第二位，工業房地產。當工廠搬過嚟，佢哋需要地皮起廠，重點工業區嘅租用率長期超過90%，地租不斷升，唔止租地，連帶嘅服務好似貨倉、預建廠房都係生緊金蛋。第三位，電子商務與物流。越南人後生，熱愛科技，兼且係手機控。越南係全球電商增長最快嘅市場之一。TikTok Shop 上面嘅娛樂化購物模式正在大爆發。最後，綠色能源與醫療。政府承諾2050年達到 Net Zero， 開啟離岸風電嘅新紀元。另外，越南中產階級開始變老同變富貴，佢哋唔介意花錢去國際醫院買保健品同養老服務。呢啲係未來10到20年嘅可持續投資，機會永遠屬於先行者。越南市場依然有好多空位等你發掘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